大佬出場睇戲咁大件事，冇分咁上一排場，點突出佢尊貴嘅身份呢？城中唔少富豪咧都好中意睇戲噶，好似成日拖女嘅趙世珍，喺細佬趙世光過身冇耐，已經拖住新女去戲院。咁千億新抱同老公睇戲會點呢？據佢身邊貼身保鏢主管講呢，首先要掃晒佢哋坐嘅位置，前後3行嘅飛，咁先確保場內不受騷擾，又唔驚有人影相啦。咁入場同散場都唔可以怠慢噶。首先佢哋要同戲院負責人聯絡，等李氏夫婦由特別通道入場。而戲院未散場嗰陣時呢，佢哋又要好匆忙咁由特別通道離開，費事俾人認出嘛。所以次次睇戲都睇唔到結局嘅陰公。想睇美國新聞，只要撳左上打開 Side Menu 進入設定，喺其他地區新聞就可以揀你想睇嘅美國城市啦。撳呢度仲可以揀用繁體定簡體添。